来了位，你网上呢成立在13年嘞，民国97年都有成立来到里下，13年来一直无停无断，了位从太家期，主要迄讲中了解迄一个除了我老太家我就问完了，尤其在过年期间，过年期间茶量特别多的时间，哦，全部当然会从早上10点到下午头6、7点，等到茶量它无啊，就让我太家休息当顺顺的。我想讲哦，一年啊，伊一年有人多水的啦吼，要做到义工啊，做到员工啊，把不会错啦吼。我爸爸财上的时节，创人都讲，一年吼，谢谢吼，取之于社会，一年也是用之于社会。今日呢，一年叫呢，一年手心向下，係因水太永恒啦，係因嘅福氣。因今日係手心向上的時節啦。因性格都係默嘅知名，我相信孩子嘅將心比心吼，因上嘅多，所以有啲機會幫我小心香港下嘅時節，我徹底會把握。这边说呢，喺黄山洋，你最重要路口啦，最重要落雨完嚟风景区，喺表演嘅時節吼，連續假日嘅時節，車輛當多，當要落。漸漸落雨完去了去路啦，所以從嗰條會交通會打結，車輛從那會塞到這那邊，所以嚟到前啲黃山義交來條會天數嚟條交通嘅疏導。一開始嘅時候講，該我出去了，當時聽人都出去了，我就冇出去了。按照這一發起，我依家要起講，為到喺呢地方，為到喺講太家方便啊，冇塞車，你想啊，你出去了時節，冇塞車時節，喺永遠都疏導，喺咩？它方便好行，咱空中了位啊，怎么有緣到咧睇啲疏導，大家出門時節，它交通它順暢，它唔塞車，係咪大家是它歡喜，所以你加拜人溝通以後，其他嘢它比較它放下啦。也保護大家起了位嘅上場嘅時節，係安全嘅問題，你不用睇到。有保險，有當然就係幫他們安全的問題咯。我講，萬一出發事情嘅時候，你就第六做在去做查講，你確實因公受傷嘅時候，做形象嘅嚟處理問題。所以咧，我哋曬個都出勤記錄簿，有啲我哋曬個勤務表吼，睇緊啲大家時間就會提嘅嘢，全部看一到，其他會屬於大概重要嘅嘢都睇緊啲咧。是想为地方呢多做一些事情啦，相当那啲地方呢就全部老人家差多，老人家村里的交通全部塞車多，也較危險。你就由他後生啊嚟講，有盡嘅家鄉啊，比如講都少數嚟為你家鄉都出到呢做到事情，也拄好啲想法嘅時節，讓拄到你哋總區長嘅莊先生家來前來講啊參詳講。你嘅選啲啲係研究來推地方上嘅交通來聽幫忙，咁啲老人家出現下安全下方便，唔可以講上下時嘅車碰到下危險嘅問題，相關採取選舉多啲下。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羅水成，歡迎收看今晡嘅暗巷風化。今晡呢，人家暗巷風化吼，叫倡導吼，係佢嘅在社會中哦，工作嘛當久，啊有自家嘅事業上班，韓國人呢自家用利用自家閒下來嘅時間哦，來服務社會、服務人群。呢人呢，確實呢係在個社會呢每個角落呢，攏有當到亞種嘅人，亞種人當然哦，都係受到人嘅表揚吼。今晡叫倡導也都非常堅強，當見到嘅中文系嘅先生吼，來到現場睇話看到呢啲講法嘅就吼，嘅見到上哦都係記啊，人哋成叫倡導鍾先生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鍾文生，係你哋黃山義交了嘅總區嘅總幹事，也係總幹事，以前唔做過總區長嘛吼。
无啦，总水庄迄是切係睇下重船上多厉害，因為伊做太好，太假唔盼得幫伊下來下台，所以一次用戶佢多厲害，冇幫過總水莊啊。哦，也下唔係擔任到總監事嘅職務嘛，因為所有嘅個區內嘅文書事情全部我在處理啦。哦，我請問唔講，唔講即處理文書嘅部分吼，唔應該係上班時常要處理文書嘛？吼，你上乜嘅班？平常時。平常本身係做保險公司做經理啦，所以平常多少有個時間來做啲多少回饋啲鄉親來，同啲鄉親做啲事情吼，不如大家鄉親來服務下人啦，啲想法啲，所以咁樣講，來幫我總水莊來邀請啊，其實係講，哦好啊，你來訓練啲總水，當初係人嘅原因，當為新起啲嘅想法來做啲事情啦。古時候一開始係唔同嘅總水莊佢也條佢嘅好朋友，地方嘅好朋友啊，大家共下來成立佢嘅研究總水哦。其實係講14、15年前以前啦，嗬，應該差唔多我記得89年嘅時間，因為頭個嘅內灣喺當落喺個只隻西村莊田啦，啊。這個較久到嘅以前日本時代內灣係啲斬樹啊、伐木嗰度，這個炭礦嗰度、好大炭礦嗰度，動盪嘅地方。西火茶，西火茶就動盪嘅，好多每因為呢度行業慢慢沒落以後，嗬，是內灣變成一個較是村落一個小鎮，即係細細個村莊田啦。啊，都沒因為個中國生產力中心來了為開發，到開發以後，內灣變成講一隻商業嘅古鎮，沙當到嘅外來嘅遊客來為了，開始年多嘅時候，沙變成講，落了內灣嘅路後啊，開始茶量變得多，沙切茶咧。啊，拄好嗰時嘅呢個黃山分區嘅交通組嘅組長啊，佢講哎呦，呢警察同員咧嘅人唔拉嚟嗬，我希望嚟睇下鄉親嚟聽書啦。嗰時是講讓嗰條組長啊就要揾到搞配套嗬，是講抽出嚟就地方上嘅後生嚟講嚟聽吹分裂啦。啊，其實抽到總先生啊，總隊長。讓出到啲地落咗嗬，叫下來全呢啲人嚟研究種水嘅嘢，延期可以全呢啲地方嚟是。該佢開始嘅時間哦，成立嘅時間要幾多少？該時成立嘅時間38歲左右。38歲嘛，唔係少呢。咁個當地單位當地嘅人。全部當地嘅人，啲全部當地啲黃山鄉嘅後生嘅意思，係，然後有啲人增加，有啲人退出嗬，所以前年都前2年最多人嘅時就係到48歲就咁多人，都會慢慢大家佢有因為黃山總水較特殊嘅地方是講，即全部係上班族，無從頭撇位嘅呢個總水全部就等於講私家人車又嗬，幾人車試下來，你我時就聽講聚會交通啊就，黃山總水全部係上班族。我哋想講，奇怪，我嘅印象地圖吼，我本來台灣我就喊開始直接咧問個總太哥講，唔敢喺平常時私家人車，結果唔係呢。我平常時咩私家人車，保險公司咧做保險，我講一般人嘅印象地圖係講私家人車啊，空下來嘅時間，爭來加鹽嘅研究總水嘛。啊，黃山我講黃山唔講內灣我去過，迄咩黃山內灣係村，啊黃山係鄉。係廠黃山係鄉，係。所以黃山鄉包含到下北片嘅沙行村，下南片嘅黃山村，佢下黃山鄉總共有13隻村莊，啊內灣嚟講算係啲研究發展下講下鬧熱嘅地方啦。啊都啊啷內灣嘅啦，路喺度新興村好似10分了啦，落地人10分了，啊10分了啦，因為是落地灣呢條路是下太個下低，太路後，但是年代嘅路後，我嗰啲喺台山線喺中豐路下4線套嘛，車輛多，往北、往關西、往中南、龍潭全部行得多啲，啊往南嚟講，啲位都係去到竹東、去到峨眉、去到頭份咗嗬，因為係做南大個下位都得，啊所以講
行路该差不多弄一晚个时节啦吼，当个逢强定解会当会打劫啦，係會查尺度攏唔得嚟嘛。所以我講，我前兩日講，我哋用緊嚟聚會，本來就查了嚇順條順勢啦，唔係講全部打劫是的講，不上台北嘅人，南下去南埔嘅人生卡到高唔得嚟。所以變成講，太舊嘅報章講，哎呦，來台會用本來二來嗰啲路過高唔得，係是講本來就查了嚇好行條，嚇順利條嚇順勢來係。現在出現有幾多？現出現啲啊，就差唔多會13咧。哦，按多哦。就是都按多嘅。我哋以為前頭現出嚟講，本來嘅呢出現嗬，唔係講全部寫得係陽光去停啱講啊。以為一喺山度拍啲種吹到嗬，其他差咗就數到現出現，啲網神乜做得啦嗬，所以我前頭咧就現嘅朋友講，蠻有限嚟講，是前頭聽數啊，聽幫忙啊，所以講啲啊一下走一下走咯，是個。台灣看到樣片看到啊，要2.2其實係你鐵質落來嘅現出現，其他890全部佢走落來嘅啊，係佢啲係你網上種吹嘅天衣粉吹嘅副粉吹狀嘅，佢平常佢來講佢嘅學教練做家出佢做教工樣嚇，平常是係各種人做教工，啊都兩個字來會聽數。哇，咁好咧！大家都有緊熱心哦。係啊，佢唔單止係佢假老公叫我用起來。假老公叫咩？伊係人嘅分吹裝，種啥？用公冇叫我來。假老公係做嘅運動公司嘅，反而現在做輪上班嘅個技術人員啊。其實就咁樣，輪到有料咧，是來條位來聽發起啦。當兩公好當熱心。所以故作講佢。就當然啦，講有什麼有盤一起嘅，是講你網上仲趨勢變情況，係有些啦有什麼一些他講他唔按上講起按重啦，確實有樣係啊，我看到佢地位呢，該大家攏都無限哦，尤其個假日嘅時節，台灣嘅樣片當中講到有樣差動度呢。就因為佢哋路係是個台灣講嘅，落對面最主要路係個問題啦，嗬，所以講假日其實落對面人多。你睇落對面人以外，還有啲鑑識啦，嗬，到係司馬庫斯啊，嗬，還有鎮西部研究，按兩三年嚟講，當到發通去宣傳講，有個神木群啊，嗬，研究你話嘅咩個鑑識有個乜個水蜜桃啦、田氏記啦，都嗬，如果研究今年開始當到嘅路量期啊、巡獵啊，前一樣去交通組去調查講，你檢測強度啊，路量期有300人隻路量期嘅，很多哦。所以古所講會擺啲車輛落嘅時節，當到車落，全部係路量期嘅，個路量期全部唔行。全部隻路量期全部唔行話係，隻路量期最少要做容納到15到20檔嘅。個帳篷啊，係最少喎，嗬！太嚟講，做40檔冇問題啊，所以而家路量嘅人頭嗬，搭禮拜落去嚟講，最少要400架、400台車。攏愛經過女環嘅條路。係，是我點解喺度？平常時吼，假日確實當到人哦。啊，倒帶吼，其實吼，我係感覺講，觀眾朋友大家上去了解吼，原來做研究吼，智慧交通係咪講一般人？清清彩彩、隨便便都做得咧，休息期後吼，張唱本身泰國同人介紹啦吼，倒帶愛做乜嘅訓練期後，張做得做研究呢？民國差唔多93年時，全國有隻那舞動青春的那交通指揮比賽、手勢比賽大賽，你網上研究是。得到按全國第10幾名啦，對你網上出現嚟講係冇關係啦，你參加最重要，參加以後又學到啲數據，後擺出去嚟交通聚會，他從就對他就要你志在參加，不在獲獎嘅就這感覺啦。
欢迎多做来暗乡风法嘅现场，因今日呢，台湾同嘅中心上吼来讲到吼，今日当然是吼3、4、13生命嘅研究种吹吼，都係對到女環也嘅房山鄉呢，唔止女環啦吼，房山鄉所有嘅有關交通智慧啦，嘅工作吼，攏係今日尤其係假日嘅時節，當到遊客去到現場都係今日來天數幫忙安尼，大家去到嘅風景區吼，當做啲吼。同順利吼，安尼唔會耽誤到嘅時間啦吼。台灣嘛講到，都大樣辦當做咧實名研究呢，研究唔係講智慧交通隨便比比啊呢。從我條嘅態度吼，嘅經費啊吼，經費我特別係我上嘅地下室上來，我嘅經費由於咧當要比，攏提講唔愛打那邊嘅風向電吼，人講愛打那片，唔爭出來爭來自費。哪個警察都唔可以啊！哪個警察都上來有時係咪個同個警察嘛個車被撲撞到安尼哦，非常嘅危險。研究按樣辦訓練當做咧什麼研究？一般安尼就屬個研究是呢排除落來是，成體管就先審查佢嘅背景資料就吼，安尼研究唔係講凊彩本日就隨隨便便研做落來，因為也先調查佢嘅背景吼。之前係咪要講要犯罪記錄啦？係咪要講要竊偷嗰啲就嚇？呢啲就全部會當係個基本安全審查。基本嘅安全嘅身後調查全部調查過以後，嗰來開始為咗搶呢個新竹鎮嘅交通區，嚇如果派嚟專門嘅組裝嘅訓練課來教呢交通嘅聚會熟悉咗慢比，嚇將。民國差唔多93年時，全國有隻那舞動青春的那交通指揮比賽、手勢比賽大賽。呢房山研究是得到按全國第11名啦。其實冇簡單。啲比賽講下實力對我來講，出賽房山總區總係拿到前3名啦。因為用辦嘅看起來可能唔係同計哦。因為呢準備呢全部嘅出現，全部自家出現從去比賽，自家從頭訓練一個半夜來比手勢來比出來練出來咯，配合到員工練出來嘅手勢嘛嚇，手勢。但是你看到拍出嘅前幾名嚇，就是提名嘅呀嚇，你看到嘅研究，有嗰種研究用壓後生，學個盲畢業是在做研究。是啊，了解原來全部會潛到嗰度嗰槍手嚟都沒有人啦，所以古所講，你三個當初嘅時就係講，讓主辦單位講，去提供，做因為做槍外人嚟嘅，為個嚇，佢可能你啊冇呢軍頭講唔過去，所以變成講每一件一三天當到單位全部用槍，所以變成講。主辦單位個講，你當初又冇講做唔係搶開嘢啦。你個搶問，最人個搶講吼，搶問吼問現場。人家講個主辦單位到底係哪一隻單位？透過人嘅電視節目來講，坦白做啲吼，莫搶騙人吼，一定按研究來做。哪隻單位？佢啲人講下冇講出嚟啲全國警察最高單位嘅，競爭數嘅，咁佢同佢主辦咧嘛係。你而家都搶嘅陳署長吼，陳國恩陳署長。嗰時係透過很多年前20-30年前嘅事情咧，10多年前嘅事情拍攝哦，所以講可能。該主辦單位第一擺判啦，也冇注意到有乜嘢嘅情況發生啦，所以因為可能喺其他區講台北市啦，嗰條透過台北人嗰條啦，可能嗰條全部司機人車，佢無限可以練嘛，所以無所謂強調學生嘅天數，啲情有可原啦，嗬。對呢網上出現嚟講，呢網上研究啊，大家上體智慧思想講。冇關係啦，你參加最重要。參加以後又學到了熟悉，坦白出嚟交通聚會，他從就對下就要你志在參加，不在獲獎嘅啲感覺啦。大家也像講也係啦，你如果先參加，研究本來說都犧牲奉獻嘅嘛，所以古所講，房山研究開始該有啲口號喺度。衡山義交無怨無悔，犧牲奉獻啦，吼，所以古所講，大家因為講人也好啦，大家去有參加呢比賽經驗過之後咧，大家也有訓練過咧，所以古所講，該手勢出去慢比，要麼他比他
健康，當車輛嗰啲支付係安全得到。如果因訓練嘅，當然訓練出來以後，大家是啲咧，都慢慢後背來後去嘅，大家成9年來，當然樣搶嘅，你交通處嘅狀況來，你聽指導下，你聽條件下，驗數還是過咧，所以當然有嘅訓練課啦，嗬，當然差唔多會。前大家進來訓練上2年嘅時間，大家搞啊，因為下落嘅係落嘅依個全部要學高要啲嘅，是純線咧嚟講，是嗰個老闆突新班嚟成9年來讓前狀況嚟調整它，所以古所講依個嘅訓練嗬係慢慢見傳承下來，你多厲害啦，多厲害嚟講，因為你下後生嘅啦。一下可能一下冇時間，一下冇就講到仔男一下冇出來，人家冇俾聽行堂冇接觸，所以講你一下後生嘅來，一下少嚟，吼啊趁這個機會啊，即係天氣節目嚟講，呼籲一下你網上用嘅後生嘅家家多多來參加，你搞啲活動，你搞時出嚟講，網上你講對於你網上鄉嚟講，嗬，不管係福利嚟講，也好，也係講到仲下嘅大家鄉親嘅相處起來講，嗬，全部團結同心，同強心，啊，福利也不錯，嗬，比起嚟講其他單位嚟講咗，嗬，尤其中區長。其下位去我會掙錢，真係幫啲就醫教從啲享受啲福利啦。哦，其實你講嘅醫教吼，訓練安尼一開始差唔多半年嘅錯嘛。差半年嘅時間，訓練以後吼，可能無法度講全部攏啲，嘛全部做正確。啊，台灣呢本身又講，對講可能當然攏要轉去交通處，基本來同訓練驗數一下。啊，最主要也講到福利哦，福利一樣辦。其實醫教吼，醫教總處嘅出現攏無良薪水，係冇？攏無良薪水義務嘅。哦，毋過呢，個總處長嘅人吼，都幾多愛去爭取講，哎呀，看做啲ON 一下冇，啊，那叫我咪做啲實力全聚參與啊，同冇係咩啊？最基本嚟講，應該保險嗬，因為你去之前嘅時候，就講話就買狀況，要保險嚟保護到客安全嗬，防意外嘛嗬，意外險死亡險100萬，還有醫療險呢就日額住院呢就1000塊，講下有嗬，你喺基本嘅保險問題。啊，過來你總區部嚟講就嗬，一致嚟講，最適合有一擺聚餐嘅活動嗬，將來幾大家來向下來聯繫一下，一方面來為到了就醫教嘅大家兄弟姊妹，啊，一同時就搶你了就醫教嘅眷屬家眷嗬，大家互相來熟悉下，大家來感情來聯繫下，因為醫教來起了會要有家庭配合支持啦。錯，你家庭你冇支持嚟講嗬，你落來去人講，多少會受到家庭嘅指責嗰啲嗬，我帶唔夠，我冇辦法成日催到人做研究，所以講我希望講，家庭嚟講都係聯繫。冇睇人嘛，做啲了解，佢都帶去去服務乜嘅，去做乜嘅事情。係，比如提供哦，佢家做喺人度做公益、做好事情，大家提供哦，你嚟佢做醫教，為了地方嘅服務，大家提咧哦，為咗感謝一樣地方，所以你就該咧。聚餐的活動嘅部分啦，但我還有當然嚟講，雖然講你軍事嘅支付嚟講，警察叫我嚟發，或者冇2年能夠發1擺啦嗬，但是你平常時咧就出門咧，總係有我想我有一個團體嘅支付嘛，所以講將來你做了2次，你搞嘅平常時嘅支付，一個做支付啦嗬，你媽差唔多當然總區長是會去。掙錢嚟做了支付咧，就幫你咧就出現就平常做作人來做啲顯示講你榮譽感，就做啲嚟講團隊嚟講，很多人行政長咧行政長有4隻總區，當4隻總區咧比較起來其實看到網上總區是黨團結，大家黨強心。我所講按到面來按到應該警察局局長也好，體區長也好，所有嘅狀況嚟講，對黃山總區嘅評價嗬，專門係有得嚟啦。從來冇講
讲王山中推安怎会流开的，王山中推大家一条吹人嚟讲吼，行吹大家全部。拢有该讲究，要解講就個批下講，王山中吹行吹搖房，行路搖房，唔會漏開嘅，不管係吹開會也好，也以參加某個活動也好，佢全部地嘅。好似咁樣吼，團水嘅用意嚟講吼，係非常重要啦吼。啊，毋過呢，其實呢，人講做嘅研究吼，乜有危險性，另外呢，啊個還有呢，台灣本身也有講到，無卡因嘅知識係非常非常嘅重要哦。等下呢，休息幾下呢，張國強本身同人嚟介紹。其實期間只係講當危險啦，嚇。你講病床嘅情況嚟講，其實是冇啦，嚇。但是觀光況一直都好，一直觀光我來研讀，從頭一家想法啲而當當然唔同咧就研究聚會啦。好啊，尤其講嚇，嘅觀光可能作係研究聚會嘅時節，當然係冇參與啦。歡迎到咗嚟暗鄉風法嘅現場哦，台灣同嘅本身呢，講到當到嚇，其實呢，佢做呢個10幾年嘅時間吼，做啲講攏冇談過吼，差唔多嘅家人都係風險犧牲自家啦。其實嘅當中呢，這片嘅時間像野下啦，野下熱天吼，甚至秋天攏會較熱啦吼，夏天、秋天攏較熱，呢條按熱冇，按熱咯。嘅製片嘅時間係咪當艱苦？當然啦，因為熱天嘅製片嘅時間嗬，當然呢條水呢嚟嗬當熱嗬，但是為到大家交通順暢嗬，大家行嚟咁樣，雖然講按照韓流方面嚟講嗬，仲係行得起來係嘛嗬啊，所以古所講吹人呢就會發作出門作嘅斷秋啦，啊睇啲。雖然講斷秋嚟講啲咩，30個變過一變啦，最少除起一般2點鐘嚟講，最少30嘅2變以上有啦。假使講當主頭嘅，該辦下辛苦啦。到下暗啲嘅時陣，該下涼啲，但是下涼嘅人風熱冇咁熱，但是產量嘅就下多，所以該產量多嘅時，該就到無限。其實攏咁辛苦啦，吼，尤其係我起個起2點鐘呢。係，因為人家是辦喺2點鐘嘛，2點鐘咁如果辦咗個休息嘅，有啲咧講下一班他慢到嚟嘅前一班因為爭個天氣呢就等到耐，因為反正夜深這個時跟無人氣嘅時少，嘅路後會做狀況特別多嘅時陣會危險，所以古所講大家會。他互相嘅等下。有時嘛，某一天2點鐘，某一天下一班嘅人可能有事情，臨時有事情冇來，一起都係起4點鐘嗬。有可能像過年時節，冇是連續假日時節，睇睇呢度關埔群一期是跪下主期咧。哎呦！講呢度，因為大家最近咧平常期啊當辛苦咧，安尼呢度做關埔啊嚟講，平常時咧嚟講，都全天嘛，啦，聽可能聽裝聽可能聽，但是到過年時節產量特別多嘅時節，因為本來就出現休息嚇，所以嗰種呢度關埔車會下去嚟聽輪班邊去休息，它時間多到，因為過年喺連續假日嚟講，連沙大家去最少3日冇停啦，按呢度關埔冇去喺聽貼班嚟講，比其他幾個地方有個休息嚟講。佢嘅休息時間冇咁多，大家會踢過頭咧，所以我本來就好好嘅休息，尤其像連續假日做咩一樣嘅情況啦，所以講呢下時間講大家體驗嘅情況嚟，是講大家會互相體諒，會互相嚟聽幫忙嘅時間，咁當重要喎，所以古時也就咧平常時都係平常時攏上班，假日嘅時節爭啲執勤，係因為。你話落呢話咧，路喺平常時嘅產量其實所以出啦，大家逢場地係個長下就喺逢場地，一隻份高量份高係冇產量出來，所以平常嘅產量需要當少。但是到禮拜6或是禮拜日嘅時節嘅時候，該落去出來嘅產量，該是用兩隻數據頭兩幾種係算唔知嚇，當時當好該。
茶量特别多，所以我特别无限啦。所以全部要集中在假日时间。故所讲，在这片时间来讲，我用分享嗰度讲好来讲，平常安尼是唔是攀岩就去啦，跟浪费个时间，浪费个太家时间啊，那体力还表嘛，吼，太家集中到假日时间，假日他来都会出来做，其他本。也如果达到个效果，就该存在啦。嘿，我还记得10几年来哈，非常110几年的时间，该同是不紧张么？我当紧张，因为你110做到个祝福上嘅时阵，看到警察人起创人当简单，你想不想？该是来训练，他们有当军事来训练，是讲大家有上课讲，跟教室都能讲下听练习比哈。但是这个行都愈后期嘅时阵，这个难查比查量嘅时阵，从头尾当紧张，个上下比些出去准啊，我去准啊，我当讲安尼，伊下迄比唔从查量，迄用问迄是碰到啊，某时吼，安尼渐渐开练出来吼，我所讲当紧张，我唔马干，都。慢慢，嗰度警察嚟嘅朋友都講唔怕人真放膽去做，嗰度迄警察迄我聽，唔是強吼，慢慢讓佢開始100、200伊開始讓很聚會個讓人做得，讓人比較安全，比只要聽高啦，嗰度警察聽高，比人高200-300以後慢慢，當量有睇時嘅，一下減下去嘅。也喺過程當中吼，是比唔錯，或者係講因為嘅來觀光客吼，驚到唔通指揮發生意外一種嘅事情過冇？其實講當危險啦吼。你講比唔錯嘅情況嚟講，其實是冇啦吼。但是觀光客一直都吼，一直觀光我來言客。從頭一家想法啲佢當然唔通咧就研究聚會啦。好尤其講吼，個觀光客看到人做喺研究聚會嘅時節，當然係冇參與啦。每個人冇參與嘅東西，因為如果研究冇公權一套處理嘅啥，所以比較慢住嘅佢唔通意哦，佢行一家。佢啱開下。係上下。像安尼，我弄你們線啦吼，不管南北全部有兩線嘛。兩線嚟講，平時通常安尼會幫內線做在弄你們來，吼，外線做在出航海。當然遇到他路線，如果排隊內線排，當然他唔該，如說外線行海同我轉落來，我再插水落去出嚟。咁安尼看到上個是我容易難查下來，很易排水，吼，但是當然是。該時是我哋真決定，我哋想查個嗌個插案度這樣事，所以古所講該時就個動作嗰啲爭執會該發生啦。就到他唔參在嘅觀光客，就他惡覺得然後其實我查，其實是衝人來，而家唔講人安全。該時就是講，你這個出去嘅顏色啲，我跳開嘅，像有我這個公園時有幾多假擺。是當當誒觀光客查是私人的，是啱啱創一個，你個個是跳開啊。該一好的，該就你喺度警察嚟，該就從啲度一聽你，而家隨時是會跳出來，攞佢攔查下來，攔到旁邊去開單嚟嘅嗬。所以講該配合嚟講，讓警察配合講，其實一當密切樣做對啦，嗬。當到警察喺度嚟聽你度研究，冇嗬。現在你啟動嚟聚會嗬，冇嚟到公權呢啲時間。係當危險嘅事情。有樣，平常時人哋執勤時間吼，馬攏有嘅警察人員在旁邊來簽署嘛。有，即係當因為我哋話有要求分區吼，一般出到有得執勤嘅時陣，有出有一般有2位警察就係去呢。而且要有查。我係發單難呢，普難呢，隨時準備來開單嘅東西，因為你唔係講我來開嘢嚟發單，但是喺嗰度嗰度經過嗰度唔通有聚會嘅廣告開始的，而本於隻警示作用啦，因為我係做一隻實驗啦嗬，我係用警察隻譜啊，嘅發單譜嘅台嗬，拿到數行啊。看到人有插隊嘅人嗬，實際普人行過嘅時陣，我嘅嗰個車是怪事咗去嘅，唔所講安尼嘛，希望你的觀光行也要遵守法，對啦，不要說有警察的時候才那個啦。但是有的喺度上來嗬，
又要当恶剧啦，嗯，伊咪要咱口出恶言啦，吼，成骂三字骂人讲，爱就无违规，唔乱起码东西，也是发生过一摆是讲，就个后生个呀，硬个插嘴啦吼，因为去欠伊4块，给4块，硬我就冲了个聚会人员啦，我话你聚会人员跳开咧，结果后尾嗰时就喺交通队组长，其實後尾人聽氣聽看咧，我佢全程看到咧，仲佢跳出來，聽佢出來，唔出來，我嘅後生黨惡，想要打你，事實下場是在想打，我嗰時就大家看到唔相信嘅，所以話呢個很，嗰度仲出咗開始仲出咗一次嘅路後見聽幫忙睇看嗬。我看到我們相衰的是很講2-3幾路不同我成群聚會搞到我成群呢，其他喊過來，大家鬼拳去人多勢眾去容易傾下來，但唔會比如講個打架事件發生，嗰個事情非常之麻煩啦。哦，咁樣所以講你在呢一機會啊，就想嚟講嚟呼籲一下嗰度落內灣觀光客嗬，大家提供太埋講遵守咧呢啲應該嘅聚會啦。其實講啲都徹查。一定會出來聚會啦。按你無通啊聚會，你咪出到一個啦。錯啊！按那事唔落去，人家聚會落去，大家較順勢好事。時間較好咯，他做節省時間。錯，好不好？嚟講，做咩嚟會了，一下歡喜。唔是講人家就落嚟去爭執的相吵，這個了心情也唔好，了這個也咪多個太挑嘅事情嚟講，上下會都變得係咪分享？一下唔好啦，錯，係啊。其實文成鄉呢，佢即家安尼寶貴嘅時間拿出來哦，冇得計較按度，到底吼不卡人喺也當中吼，太數係唔係叫支持到犯罪吼，更加我來了解啦吼。家人的支持是相對非常非常重要的吼，都會講也做得透過也嘅節目呢，希望大家有時間做得奉獻出來，不卡人空下來。像講到台灣嘅隻事嘛，人家兩公婆攏下來做，安尼都當好，全家呢強下總動員吼。休息以後，再過來講。有假吹嘅東西，嗰時呢啲情況會發生嘅時節是嗌啦總區長啦、副總區長啊，吼，強下出門去卡來去安撫下，做好事好容易講有乜嘢吼。實在喺講下就係講冇事。人家出來講冇事，哎呀，人簽署是前停2-3禮拜，就冇起啦講，大家就聽貼入版，本期成兩家人嘅關係嚟交通好咧，係慢慢來出。我講到咗呢，暗鄉風化嘅現場，頭下同鍾先生本身呢，佢講按到啦吼，最主要呢，我做到研究吼，服務社會、服務人權吼，主要係不卡人來支持最重要吼，想去了解，也10幾年來不卡人樣辦來支持你。我當然一開始嚟講，佢冇犯罪啦嚇，像因為講你做個稍微服務事情係好事情嘛，但係久咧嚇，細路慢慢講出來以後，細路仲有想要讓家人嚟當阿爸去行料啊，去過去轉加工啊，去那邊料啊，去行看人家忙事，我就是阿爸啦陪伴啦嚇。當然佢講，哎呦，見咩阿爸要一起，有出嚟講。嗰種冇一起冇，我是偷懶人啦，吼，先講，做唔得，一年偷懶，做白佬要騙人，我就聽貼做唔得，一年料都係騙人，我哋短期殺做得呢樣東西，吼，慢慢可以講你過上，吼，過來家人一些過節嘅時節，大家全部吃飯，總阿爸出來錄後人氣，到時候就會想講，係唔係嚟講，該而家有人叫咧？吼，爸啦冇事，不用退下來就幫後生人去起事好咧，吼。嚟講，也希望有後生人接班啦，但是你嚟講，你黃山鄉也唔係講當多年後嘅地方，吼。所以古所講，按到老人家也我希望你哋他後生嘅人嚟出來嚟聽幫忙，但是你哋
后生啊，仲係按當然天啦，而家已經出嚟也差唔多咧。古所講，仲係行到呢啲聽支持兩位呢個繼續下去嘛。所以咧，兩個情況兩個客人講，然後慢慢個客人樣做體諒啦。啊，細路子講，好啦，我啲嘢啦，反正都講嘢把所以發起啦。啊，然後自家出去聊時候，都正我朋友佢突然之間看見樣去裝位架要買東西，古所講。實際講對細路就話虧欠唔到，係講安尼佢細從細都狀態都厲害，係講陪佢嘅時間、教嘅時間，佢冇咁多啦。但是講安尼總係有時間，係總係嚟盡量陪佢。係講用嘅情況啊，過來係講當然安尼依舊大家嘅總體上一個動搖心啦，嗬。係講佢話想講來彌補來嘅啲情況，嗬。所以佢當然佢話。前頭按言指言嚟講，盼到只發通嗬，本一度家屬嘅傾下嚟去聊，是講為到到家屬講，哎呀，大家一度係依講咧，就去按辛苦嚟嗬，一好到咧就家庭按支持，所以講幾位本一度家庭講，大家傾下嚟參與嚟發通去自強活動嚟嗬，幫大家嚟了解嚟一度大家喺兄弟姊妹按嘅情況嚟講，嚟支持嚟依搞，本一依搞嚟繼續嚟。這個延續下去哈，睇個對提供這個風下去，不說講啲人爭取講啲個家庭嘅支持度啦，不說會講安尼氛圍之下哈，慢慢的就家庭就他支持講，都係冇問題嘅。上下有的我看到有的出現個朋友自講，閒冇事情其實咩去到個呢靠個休息嘅地方啊，坐喺度你再看下。夾把夾先生在聽聚會嘛，聚會溝通啊，就基本上都講，點解係種享受嘅方式啦？不過講假如嚟講，慢慢大家按當然嘅一條地方上對網上研究嘅風評也有好評出來啦。所以呢條家庭嚟講，對研究嚟起嚟講嗬，慢慢接受以外，也出到人哋講用嘅啦。故所講大家。嚇主持都比頭個遐好噶當多咧。也過程當中吼，有最近因為安尼同本樣研究，也用辦幕，也推出咧。有加出現嘅東西，假使呢情況會發生嘅時陣是嗌啦總區長啦、副總區長啊，嗬，叫我出門去卡來去安撫下，做核事佬，容易講有乜嘢嗬？啊，實在係講唔下，就係講冇事，人家出嚟講冇事，哎呀，人簽署是先停兩三禮拜，就冇起嚟講，大家聽貼入版本佢成兩家人嘅關係嚟溝通好咧，慢慢嚟出，喺出份做唔到冇辦法，是就該是嚟慢慢看有乜嘢嘅方式，讓嚟推，讓嚟處理嚟啦，是變成。啊，當然推出來出現太體全部係咩自家身體有問題，啊，冇事辦冇乜去，吼，讓我推出其他嚟講，現在呢網上種區嚟講，也係呢行政站喺呢個種區四個種區裡面最受人有偏痛嘅種區啦。古所講呢條行政站咧，人建築。警察局局長也好，呢行政站嘅站長也好，對呢網上種區實在肯定有加啦。啊，從你搞樓嘅交通警察嚟講哦，都係幾叫乜嘅差別嘅地方，因為我智慧交通咧。呢搞嚟講，其實嗬，啷交通啷警察其實講有差別啦，嗬。因為雖然講第一點嚟講，公權力嚟講啦，佢警察嘅機會嚟講啊，佢機會佢有公權力，佢可以用乜嘢做嘅。處理啊查量，做開單咯，要攞張派出所嘛是佢有啲權利，但是你搞冇辦法，你搞冇呢權利嘅時陣，只能講用去簽發，去簽發，雖然講簽發唔下講，同一時陣，你也冇辦法時陣，喺冇警察喺旁邊支持，最後冇辦法，做標數嚟啊，啊發生事情是啱啱冇辦法，點解你其實人講到咧，你。將來開始嘅時候，不能喺度講好想吵，吵到每次講到尾是講好也冇關係，但是後果冇得多啊，到尾來我用傾話傾唔過時算咧，唔是講新聞嘅天嚟講，你說會會就有警察時候，警察講係警察出面嚟講，佢處理啲問題，畢竟應該。有警察有公權力，你冇實在冇辦法啦，嗬。過來講，你嘅一項嘅
责任上面来讲，警察来讲，实在讲，伊迄良心去上班的啦。哦，啊，去到该，反正交通好啊唔好，也可能实在讲，伊最多饭当杯个总管验用几天，啊，反正佢钱少量，啊，佢现在长时间都唔是做嘅，冇差唔个彻查唔彻查的事情。但是你搞基本上来讲，因为这个主通者而父母诶，所以看到各种切到该时节，冇可能讲不用其他第二切这个是走咧。睇你会去到交通都顺畅疏解以后些，让会退开来。故所讲该责任心来讲吼，让警察来讲，其实就他无空让啦。你他主动来帮忙个心理讲，让佢本状况险来心理讲，其实讲差别动态啦。确实，因为伊咧有公权力，系啊，有那个和平哥的指挥吼，该公权力做得开单，啊，有诶北乡来讲吼，起码要强啦，要畏惧，啊，佢都较唔会违规。啊，拄到也着来制服伊，其他唔拿佢冇办法啦，错冇？错啊！唔该，研究嘅心上，係咪透過節目吼，代表研究嘅朋友來發表嘅心上？私人講啦，吼，對觀光客來講，吼，呢是講希望大家嚟講，來到觀光區來了，吼。雖然講徹查，當然因為冇辦法個地方是按細咧，個車輛按多，出到要測嘛，吼。只是要徹查，你應該我聽出來聽父母大家，本啲車輛要慢行下順路、下順暢嚟講啊。故所講大家嚟講，他談安尼搞嚟聚會啊，而家時間會較節省，會較多時間都落到風景區的觀光區，還落去好多料。你即個醫生做即個執意要做即個行吼，變成講我搞出來當道嘅狀況出來啊！啊狀況出嚟，即個就不管醫教也好，警察也好，處理下狀況嘅時節，絕對是讓其他車輛全部攔下來來處理下事情，結果時間浪費行下多。所以對觀光客嚟講，還是講拜託下這個觀光客，雖然講醫教冇咁權益嚟講啊，但是總喺度服務提防嘅意義啦，嗬，所以希望嚟大家嚟談一啲醫教準許醫教聚會啊嘅問題啦，嗬。啊，政府單位對於政府嘅單位嚟講，其實講嗬，醫教嚟講自家嚟主動嚟幫忙嗬，如果係閃啦，像嗰條狀況一冇講因為經濟問題嚟看呢醫教啦，嗬，因為呢啲東西講下實際到嘅狀況，3年5年是冇意義，但是呢醫教10個年地方上去年研究係咧冇揾人啦，嚇，為地方父母係咧2年，但是唔得咧啊，為到乜嘅經濟問題嚟看呢研究，讓研究然後掛鈎啊乜嘅政治團體落去嗬，對呢研究實在冇公平啦，冇必要啦，因為研究啲度嘅各種各式嘅人全部有。各種政黨嘅人全部有啦，嚇！一啲研究嚟講，喺為地方父母唔係嚟為專注嚟做乜事啦。錯啦，也都喺表達到講，文成哥佢講嘅都係重點嚟講，研究嗬係立場中立嘅，希望咧係為到父母來做父母嘅工作，希望留嘅政治咧望要搞察到，安尼爭做得對社會對社會大眾嘅部分做到服務完全嘅服務也達到佢啊條嘅主要嘅目的啦咁啊希望也網上嘅研究種取以後咧越來越大。另外咧，嘛希望講本身佢嘅心肝都嘅想法嘅信念做得達成，讓大家咧所有嘅觀眾朋友，或者係講應該看到電視節目嘅觀眾客有看到嘅節目嘅時間咧，冇看到嘛冇要緊，嗱大家講，假使去到風景區，看到研究人員嘅智慧交通，一天愛完全嚟配合千萬唔好因為講研究老街警察有差別。也仲係心肝你嘅心理安尼想法都唔錯咯。希望大家應該社會越來越上好，嘅交通嘅情形咧越來越好。今日非常感謝總文成文成兄咧來到嘅現場啦，共同到嘅研究嘅欣賞，安鄉風法，下次見。再見，謝謝，感謝，謝謝。來，謝謝。